每個人將來其中一個對抗 AI 嘅方法咧，就係大家好，係有幾面高材生又同大家分享下，銜接翻我以前講嘅嘢啦。因為如果你話去到國與國嘅競爭咧，咁最高層次就係去到一個文化產業㗎啦嚇。因為呢件事好無形，但係威力好大。舉少少例子啦，有啲人可能為咗一個信念可以犧牲生命嘅。如果你話喺個資本市場裏邊，文化產業其實係一個最高毛利嘅一啲產業嚟嘅，你可能根本都不費吹灰之力已經可以賺一個好大銀碼嘅財富翻嚟。關鍵就係嗰件事有冇人欣賞，文化嘅意識或者嗰個諗法係有冇人追隨。其實中美已經去到呢個階段㗎啦，咁你可以想而知，我諗喺美麗國佢都諗唔到原來有個國家可以同佢喺呢方面去硬撼，因為佢呢個文化上個部署係累積咗好多年啦。今個世紀初係冇乜人可以挑戰到佢，但係而家你睇翻中國嗱，好似我印象中啦，上年嗰個抖音事件啦，即係外國嘅 TikTok 啊嘛，咁你睇翻禁 TikTok 就爆翻小紅書。咁其實都幾神奇嘅，啲人都估唔到啊！原來哇，嗰啲叫做 TikTok 難民，咁啊移遷咗去小紅書。咁但係小紅書有個卡位就係佢一定要係中國嘅電話號碼先可以登記。咁你話幾神奇？一個外國人點樣攞到一個中國嘅手機號碼去登記咗小紅書呢？但係真係出現咗。咁所以你話個動力幾大呢？只要你欣賞一件事，或者你覺得嗰件文化係值得你去做嘅話，直情可能唔知點樣方法去攞個大陸電話號碼都 OK 嘅。實際數字可能已經超過1000萬嘅登記。咁你話呢個都係好犀利喎！本來小紅書係一個中國本土嘅社交軟件，咁變咗又國際化咗。我建議佢少少開放啦，即係外國人都可以登記咯，食住個勢啊嘛，咁好做到咁效果，幫你做埋宣傳，就係可以再一個社交軟件衝擊緊歐美嗰個市場嗰個佔有率咯。因為你傳統以前你留心啲分析，全世界5大媒體都係美國操控，呢個可能連歐洲都冇份，所以佢基本上播咩，大部分西方人都信咗㗎啦，都唔求證㗎嚇。咁最近就又係一個好轟動嘅事件啦！我哋個動漫哪吒2係嘛，而家已經去到差唔多150億人民幣嘅票房。咁原來全球 No.1 票房啊，喺咁多年嚟出現過呢，就係第一部呢，就係《阿凡達》，佢212億，我諗係人民幣啦嚇。咁第二部呢，就係《復仇者聯盟4》。咁再落咧就係《阿凡達之水之道》，咁啊168億，跟住就係第4部嘅電影係《鐵達尼號》啦嚇，再落就係《星球大戰》，跟住第6部原來而家已經係哪吒2啦，個票房已經去到150億，咁你睇翻呢個都好緊要喎嚇。而家就係話我哋中國人不由天嘅性格啊，凡事要自我奮鬥啊，要孝順父母啊，尊師重道啊，對社會有貢獻啊，呢啲本身可能而家喺西方嘅觀念嚟講，崇尚自由啊、自我啊、物質主義抬頭啊，好多嘢就係金錢掛帥啊，咁呢個好似造成一個對比咯。但係呢個對比係良性嘅喎，因為始終如果你好嘅概念係有人欣賞嘅。呢個就係中國文化而家尋找緊佢嘅追隨者，係一個全球嘅追隨者。咁呢個 base on 都係我頭先之前有幾集有講過，就係你如果國家唔強盛咧，你呢啲又冇一個影響力嘅。而家就係一個恰到好處、相輔相成嘅階段到咗。咁呢個時機到咗之後，我哋要把握啦。我哋要把握咩呢？原來我哋中國嘅嘢，文化又好，風景又好，甚至乎原來我哋中國嘅文字。我哋嘅中國文字而家如果配合落一個人工智能嘅運算系統，原來令到成個運算系統轉發啊、速度啊會提升，因為我哋係一個象形文字嘅底啊。咁原來呢樣嘢咧就好配合 AI 佢本身嗰個運作上，會令到佢變化會好多好快，咁從而就係佢運算嘅成本就會降低啦。哇！呢件事真係令到我自己了解完之後都覺得好震撼。每個人將來其中一個對抗 AI 嘅方法咧，就係有自己一個文化特質或者一個個人嘅特質去造成一個商業模式咯。咁俗稱咪叫 IP 咯。大家有冇聽過呢個字啊？咁 IP 就係等於一個知識產權。咁你自己係唯一噶嘛？呢個世界得一個係你啫嘛。咁
咁你有咩特質去輸出，然後令到呢個輸出俾人欣賞之後產生一個財富嘅回歸？呢個我諗係每個人而家都要深思深考嘅地方咯。大概今日分享到呢度啦，咁希望大家喺呢次分享度有得着啦嚇。咁好啦，拜拜。